由馬因托建設計劃真面目係邪惡兵器，修治同洪高達消失嘅原因，重高達同 G-Crux 同時暴走，沙利亞最強新人類操作 G-Crux 2號機，馬秋同拿安必有一戰。Hello 大家好，我係 Lafina 啊，今集好想盡快做俾大家，但係我依幾日又唔舒服啦，我而家盡力喺返工之前呢做片俾大家，遲咗少少真係唔好意思，不過我真係盡力啦。咁喺呢度想好多謝喺我喺 IG 度同大家講啊，我好大壓力嘅時候有好多朋友仔去鼓勵我啊，安慰我，咁啊多謝大家。今集同樣超級精彩，因為殖民地公社冷氣機飛咗起身，重高達同漢布拉比出現，沙利亞最強新人類戰鬥表演。但今集嘅重點一定係修治同洪高達消失嘅原因，由馬因托建設計劃真面目，拿安駕駛 G-Crux 2號機。佩爾加米諾係令 Psi-6墮落嘅戰人，就喺軍團戰開始嘅時候，佩爾加米諾就問卡梅倫出面做咩咁嘈，而卡梅倫就話因為軍警追緊軍團戰嘅恐怖分子。佩爾加米諾就講追嚟做咩啊？我哋賺到咁多錢都係因為軍團戰。呢度我哋先知，原來軍團戰始作俑者正正就係佩爾加米諾。話要打擊軍團戰係我，但搞違法賭博軍團戰嘅主辦方都係我。Psi-6之所以可以咁繁榮，係因為自己先搞黑嚟賺錢，令到 Psi-6變成一個不法之地。喺佢同老太婆會談表現，可以知道佩爾加米諾係一個見錢開眼嘅人。叛逆的馬秋就喺佩爾加米諾同老太婆會談時，軍團戰都開始，但馬秋嘅作戰唔係贏軍團戰，而係同拿安修治逃離 Psi-6去地球，佢同拿安調位，再自己跑去大家姐度偷錢，諗住有足夠嘅錢就可以買穿梭機一齊去地球。但就喺錢到手嘅時候，大家姐先到，走投無路嘅馬秋只好用槍對住大家姐，但係大家姐眼前只係一個戀愛腦嘅傻女，所以就唔信佢開槍，放低手上面嘅錢，返屋企早啲瞓啦。點知馬秋為咗修治，竟然向大家姐開槍。好在大家姐冇死，但馬秋都走上不歸路。但結果揾到嘅只有獨自喺度嘅 G-Crux，但同時都被軍警揾到自己。馬秋都正式由 Psi-6嘅女學生變成恐怖分子。點解殖民地公社冷氣機會飛起嘅？喺馬秋搶錢嘅時候，拿安同修治出戰，而佢哋見到嘅係重高達同漢布拉比。不過最驚訝嘅一定係傳奇 Psi-6海關，點解殖民地公社部冷氣機會識飛嘅？重高達同漢布拉比喺今集我哋終於見到道同機節嘅機體，分別係 Zeta 入面好受歡迎嘅重高達同漢布拉比。我自己見到機節喺駕駛漢布拉比係好興奮啊，因為 G-Crux 機體有變形嘅技術。如果 G-Crux 後繼機都可以變形，應該都好正。而喺官方介紹就講漢布拉比係奧古斯塔研究所開發嘅可變形視作機體，雖然要啲時間，但可以變形成適合長距離移動嘅 MA 狀態。整體機體形象同以前好相似。G-Crux 漢布拉比相比 Zeta 版本睇落更精煉，而喺呢一點可以見到 G-Crux 入邊聯邦同自護機體形成好大對比。自護普遍都會變得更加壯大，而聯邦係變得更加精煉嘅。唯二兩點唔同。漢布拉比嘅機體編號由 RX-139變成 ORX-139，相信當中嘅 O 係表示奧古斯塔研究所機體，而第二就係駕駛員嘅表現。而重高達雖然都係叫重高達，但係顏色上係紫色，令大家諗起嘅相信係重高達 Mark II， 而原因因為佢真係 Mark II。雖然個名係重高達，但編號其實都係 MRX-010。而喺官方介紹就講重高達係有高度達50公尺嘅可變形機動裝甲，而且搭載由梅拉沙美研究所開發嘅精神感應系統。G-Crux 重高比 Zeta 重高多10公尺。今集一出場就有重高達喺香港出現嘅感覺，而且仲有泰坦斯嘅 BGM。我個人認為機體紫色嘅原因係要向我哋表達一啲設定戰人拿安嘅恐懼。就喺作戰開始嘅時候，拿安決定要同修治馬秋去地球，因為拿安已經冇辦法留喺 Psi-6，而原因係因為自己僱主走私嘅生意曝光咗，自己都被通緝。難民男子因涉嫌走私被捕，送貨員都被通緝。今日上午7點，軍警察以涉嫌走私同埋買賣軍用物資嘅罪名逮捕咗居定無所、自稱個體經營者嘅馬科長稿。喺 Psi-6使用違法安裝器裝置進行機動戰士對戰，俗稱軍團戰嘅違法賭博，有啲社會關注。軍警察一直都有追查相關裝置流通嘅渠道。長稿嫌疑人通過偽裝成餐車進行走私交易。呢度指拿安老細走私部
光。第二篇違反兼職送貨員都被下達拘捕令，當局考慮取消難民身份。就違法裝置嘅問題，軍警察宣布對一名通緝嘅難民少女下達拘捕令。呢一種對於只係從事配送業務嘅某個成員下達拘捕令情況實屬罕見。軍警察相關人士透露講，雖然送貨嗰條友只係最後一手，呢一篇新聞證明要拘捕嘅人就係拿安。而為咗要揾到拿安，第三篇文章寫到搜查被通緝嘅送貨員少女住宅，向非法從業人員收攏嘅包圍網。睇嚟軍警察今次甄別違法裝置走私團伙嘅行動係認真嘅。當局基於前期大規模逮捕行動入邊獲得嘅情報，喺通緝送貨員少女嘅同時，都宣布將工業區嘅難民營展開地毯式搜查，而喺搜查住宅時都查獲大量違禁品。軍警人員喺度揾緊證據。喺軍團戰當晚，軍警同時喺難民區揾緊拿安，仲揾到佢屋企。一刻，拿安已經無路可走，即使唔參加軍團戰，等緊佢嘅都只係被拘捕。所以喺今戰見到重高達嘅時候，可以見到拿安並冇打2連勝嗰時超強勢，加上擋一擊後又俾軍警追捕而去唔到匯合點，令到佢好無力同不安。所以拿安一心想同修治逃走，因為修治同樣都係被追捕嘅人，修治係佢嘅唯一，佢唔想再孤零零自己一個。只不過最撲街就係賣馬秋啊！馬秋真心對你好，拿安就當呢段關係係塑膠姊妹情。修治消失嘅原因，講到今集第一、第二團就係修治同紅高達消失，對上一次就係馬莎消失。有個人認為有2個共通點，第一就係精神力高嘅人之間嘅戰鬥。喺馬莎阻止所羅門嘅時候，馬莎同馬西係對戰過嘅，喺過程中馬莎感應到馬西，而今集就有道同修治拿安對戰過，呢一點可能係引發其中嘅一點。但我個人認為最重要係第二點，高濃度米洛夫斯基粒子。首先我哋睇翻新人類嘅設定，喺0079嘅時候，擁有出色新人類資質嘅人會有超越一般人嘅3度空間認知能力，可以同遠方嘅人心中溝通了解嘅能力，所以可以操作精神系統嘅腦波聯動兵器，亦即係浮游炮。而去到0087嘅時代，擁有高度 New Type 能力嘅人被抽象咁表現出可以喺身邊放出靈力湧出嘅畫面，同埋引起增幅腦電波，令米洛夫斯基粒子集合，引發好似雷射劍巨大化，彈開雷射，甚至或者同死者溝通而得到力量。透過呢個設定同劇中嘅線索，我哋就可以解釋修治消失呢個現象啦。首先，因為軍團戰，所以 Sci-6 入邊布滿米洛夫斯基粒子，以免被軍警追蹤。阿道都有講好中意米洛夫斯基粒子陣味嘅。而第二樣嘢就係今次重高達都係一部需求米洛夫斯基粒子量好大機體，包括光速炮、挨力場。而有一點設定好重要，就係新人類可以引起增幅腦電波，令米洛夫斯基粒子集合。當發生扎科洛亞現象嘅時候，米洛夫斯基粒子出現雙位反轉現象。個人認為係紅高達集合晒所有米洛夫斯基粒子，原本係平均散佈喺 Sci-6 嘅，相反我覺得就係吸晒集合晒。而我哋可以見到紅高達發紅光嘅時候，花瓣係向機體集合嘅，所以紅高達集合粒子嘅時候，阿道個腦都會受極高干擾而頭痛。而紅高達全身發光位就好似 Zeta 大劍咁嘅形式，不過就變成產生爆炸，發生特殊現象，穿越空間，甚至有可能穿越埋時間。最後可以見到粒子散發嘅畫面。超強艾古沙貝救世主沙利亞就喺扎科洛亞現象發生之後，受影響嘅阿道因為失去閃靈靈而發癲。呢度閃靈靈我覺得都仲係好抽象。馬秋嘅感覺喺精神嘅空間自由咁暢遊，拿安感覺係可以自由操控力量，阿道高精神力者冇咗會發癲而發生暴走。重高達裝甲變成腦波傳導板衝去軍警度合體壓爆佢哋。蘇當衝唔到入去，老太婆準備被殺。艾古沙貝救命登場。呢度可以見到艾古沙貝超高技術，以強人背部嘅推進器以最高速度前進，同時以長矛推進器調節方向，成功突破腦波傳導板陣，成為老太婆嘅盾。但最強嘅矛係真男人沙利亞，沙利亞真係超癲，只用光速炮就輕鬆引導機智見死神。兩下就拎盒飯盒。隔離場嗰個癲佬咧就心諗你唔識揸就唔好學人揸啦。面對阿道嘅腦波傳導板反射光速全部避開，前後開一炮就 KO。G-Quas 暴走。另一面馬秋揾唔到修治同冇得追求閃靈靈而暴走。點解咁講呢？因為馬秋一話冇閃靈靈嘅時候，雙眼慢慢變紫色，同阿道係一樣噶。
而同時 G-Crush 對眼都變紫色。其實重高達喺暴走嘅時候都係，駕駛艙對手都會有反應。我唔知係咪會變捉住馬秋對手。而我會講暴走嘅原因，就係重高達暴走嘅時候，其實同 EVA 疑似神化形態係好相似，所以重高達係紫色加暴走時嘅形態，應該係 EVA 團隊想以 EVA 嘅語言向觀眾表達。而沙利亞都好似 EVA 入面嘅主分佐治真嗣咁阻止馬秋。基克羅格第二形態喺上一集我哋就講沙利亞部布羅改為基克羅格，初我以為即係個名改，原來係將正史布羅同基克羅格合二為一。喺正史入面，基克羅格係趙嘅視作型新人類機體，而基克羅格係繼承布羅同愛美號製作而成噶。而變形嘅過程咧都好簡單，機頭就係機體嘅頭部，上下雙炮就係手部，左右就係腳部。變形時個頭一伸出，雙手左右轉，雙腳向下接，就會變成機體形態。今集只係用嚟接住馬秋，唔知作戰嘅時候會係幾勁啦。沙利亞嘅敵人喺最後，沙利亞都好似我上集提過，佢繼承咗馬沙意志，為咗和平，佢要同時剷除基連同老太婆。咁兩方面有咩強嘅敵人呢？基連度最出名呢就係0083嘅假圖，而老太婆好明顯就會變成拿安啦。而喺偷跑縮圖，我哋可以確認到 G-Crush 2號機。詳細嘅設定留下集講，睇嚟拿安同馬秋一戰係無可避免嘅。老實講，馬秋由擁有簡單嘅生活而走上不歸路，變成通緝犯；拿安變成得到老太婆重用，命運嘅轉變真係一瞬間。尤馬恩托建設計劃嘅真面目喺今集，雖然大家都只着眼修治消失，重高達同沙利亞一戰，拿安得到容身之所，馬秋失去了一切。但成集最鬼嘅其實係尤馬恩托建設計劃。今集開場，老太婆嚟到沙色同佩爾加美洛會面，而今次所講嘅係自護機密，由自護公國生護圈戰略委員會所寫嘅，以改善全球環境為目的日光增幅系統 Y1 至45計劃。呢個計劃就係以太陽射線修復已經荒廢嘅地球環境，而地球會變得荒廢係因為自護發動不列顛戰爭，將 Side 2伊菲修島抌去聯邦軍總部賈布羅基地。殖民地嘅前半墜落喺雪梨，剩餘嘅部分散落喺太平洋同北美大陸。而根據高達專門研究至第一期書籍所寫，伊菲修島撞擊引起土沙形成厚重嘅粉塵，直達大氣層同溫層上面，令到阻擋住照向地球嘅陽光，引發火山爆發，令到地球天氣異常，引起糧食嘅問題、暴風雨、颱風、颶風、海嘯等等嘅問題。地球整個生態系統發生異常，自護所造成嘅破壞係未來幾年都難以恢復。所以上一集我哋可以睇到巴殊古身處嘅日本嘅環境都變得好惡劣，所以就想整支太陽能電筒嚟救地球。但係有呢個計劃，原因係咩啊？自護良心發現，老太婆突然變成人。佩爾加米洛都有講，老太婆嚟求人真係好少見，而佢都估唔到獨佔宇宙資源嘅自護竟然會嚟問 Side 6借錢。而最奇怪就係今次計劃投入足以動搖整個國家嘅預算，為咩啊？公平。喺正史入面，聯邦同自護的確係有想以和談結束。肥佬老豆因為喺政治上嘅失勢、基連嘅獨裁同防止老太婆公開兩兄妹政治獨立，早有準備同聯邦和談。而就喺自護喺戰場上多次失利，自己個仔多茲爾喺所羅門死埋嘅時候，佢決定親自和談，但最後俾基連用 Solar Ray 超巨型鐳射炮連同雷比爾一齊殺死。呢個係正史嘅事件，當中要和談係因為自護係劣勢啊嘛。肥佬老豆自己都係劣勢，但係而家自護贏咗，根本冇需要進行和談。同埋今集老太婆都俾聯邦恐怖分子襲擊，但係事後冇因為呢件事而唔進行計劃。呢個襲擊直接可以成為另一個戰爭，但係老太婆冇事，件事好似冇發生一樣，好奇怪。而今集重點其實就係個計劃個名同個 logo。今次嘅計劃雖然動畫組以日文而 Omagusuke Kaku 顯示喺動畫入面，但其實我哋喺老太婆文件上邊可以見到 Yomanfor。而喺網上面一揾，我就發現 Yomanfor 原來係源自克魯蘇神話入面嘅一個外神。雖然有個神字，但係 Yomanfor 其實係一個邪神嚟噶。據神話所講，當召喚火焰之神 Kafuga 失敗嘅時候，就有機會召喚到邪神 Yomanfor， 而召喚者嘅下場就係被瞬間吞噬，周圍一切都被燒至灰燼。喺神話入面 Yomanfor 唔係好嘢。喂，Lafin 個名咁啱啫，唔係。
因為約曼房喺神話入面嘅形象係一個燃燒住嘅全火焰之輪，俾3塊花狀結構同混沌黑影包住，而呢一點正正係同計劃書上嘅 logo 係一模一樣。所以老太婆呢個計劃係為咗自己。喺老太婆眼中，最大嘅敵人就係基連。自護內鬥即將開始，如果一支巨型太陽能電筒輸出力過強，就會變成一個超巨型太陽射線衛星炮。真正內鬥入面，老太婆勝利嘅缺口，但係一個會匯聚咁多米洛夫斯基粒子嘅兵器，最終會發生咩意外，真係令人難以預計。以上就係第7集嘅解說啦。G-Crux 真係一集比一集精彩，我喺度許願，希望下集第8集解說可以喺星期日上片俾大家。大家喺留言區 Lafine 元氣彈幫我集氣，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